慢一点，阿姨。一样啊。慢一点，我要写嘞，这样我来不及拼。一样啊。一样是很可怜的意思。对，一样啊，就是说不是很可怜。你们不是很喜欢说阿姨这样？阿姨就是说过去怀念过去的意思。阿姨呀啊，吉那鲁达啦那。慢一点，吉那鲁达。吉那鲁。吉呀，不是你爱吉呢？不是吉吗？吉，不是吉，差很多。但是不是吉吗？不是，你不要吉啦，那所以难怪人家不标准。吉就是说吉打就是偷写了。那怎么讲？吉，对，吉，差很多了。台湾话就是这样，吉就是吉，吉就是吉。谁听得懂啊？谁听得出来？再一次。那好玩吗？今天很好玩。会想到他。很后悔没有跟他一起学，因为当他知道他要录音，小文要帮他录音这件事，他就开始跟我说，他就已经在本子上面已经写好他的歌词，他要唱的歌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跟他一起学，跟他一起唱，他是希望说我们3个人一起唱。我跟他说我的歌声不好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只要在旁边跟着唱就好了。每一次为了这个事情跟他吵架。然后到我知道今天大家一起录，才开始去听他的 CD 开始练习。心里很痛，这样。然后真的很高兴，这个也是他的心愿吧。所以我也让我的孩子请假一起来这边跟我一起唱歌，也圆了他的梦。他应该会很高兴，我很认真学。